台大传出有偷袭的事件，昨有一个查某同学发现讲学校的性别友善的便所有人在偷袭，赶紧去报案。警方调查嘛指出讲，这相关嘛是台大的学生，会来厘清案情。台大嘛表示讲，已经要求学校的警察要爱加强便所的安全巡逻，嘛爱来进行反偷袭的检查。警方接到报案，赶到台湾大学，当场抓获的嫌疑人现在在里面。这10人被抓，抓不出真大的动静，警警直接将伊带走。学生看到这一幕，拢怀疑出什么代志，原来是台大校园也出偷袭的事件。有看到有一群警察，但是不知道是偷拍。听说有这件事的话，可能就会尽量不上这种。学校内底出现偷袭的人，伫10月下晡3点外，在外籍女童区伫台大普通教学馆一楼的性别友善便所，向互人为空旁用手机偷袭，也甲大声叫。警方到场查缉，抓到的现行犯是共校4、5个学生。如果有女厕，我可能还是会选女厕。厕所里面洗手，然后看到旁边有男生，可能心里还是会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学校证实，后来发生偷袭的事件，涉案人疑似为假绑架地面的空旁用手机偷袭。不过实际案情还佫等警方调查。目前已经要求驻回警加强对便所安全巡逻加反偷袭检查，也会专门检讨后来15个性别友善便所相关硬体设备是不是需要强化。我是觉得良性厕所的概念是 OK 的，但是在设计上面有没有可能让双方都感觉到有一定的一个隐蔽程度，或者是隐私有受到保护的一个状况，才能够避免我们讲的这种偷拍。校方发出偷袭的事件，警官基金建议加强巡逻、大警纪、设紧急求助铃，也点出性别友善便所的设置相关规划也需要温书，唔通互人去便所，就爱行行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